自從2019年黑暴嘅時候，對於香港整體嘅社會經濟其實造成好大嘅影響。咁往後嘅疫情啦嘅發生啦，同埋地緣政治外部勢力不斷喺度攻擊香港嘅發展嘅情況之下，其實好多外界嘅人士都好關注，同埋亦都好擔心，究竟香港個連結嘅情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受影響？我好開心見到，因為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咗之後，除咗話保護咗維護咗香港嘅個國家安全之外咧，亦都咧其實亦都係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定海神針，佢鞏固咗香港嘅法治基礎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，香港先至可以從黑暴、從疫情嗰度慢慢回復翻出嚟。每一樣嘢都上晒軌道，慢慢去康復。依家又進入咗自強呢個階段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其實有穩定嘅社會同埋法治，對於香港廉政公署去打擊貪污其實非常之有用。我亦都睇到一樣嘢，就係話，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咗之後，我哋觀察到而係香港嗰個廉潔個情況咧，其實係冇受到外圍影響。繼續維持喺好高嘅水平。喺過往嘅5年，我哋廉政公署嘅週年嗰個民意調查入邊顯示到咧，其實整體香港市民係對於呢個貪污係零容忍。而喺最新嘅2024年，我哋嘅民意調查顯示99%嘅人係喺過往1年係未接觸過貪污，而喺98%嘅受訪者。亦都好清楚就係話，廉潔對於香港未來發展係非常非常之重要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睇到嗱，整體香港嘅個廉潔程度同埋個人嘅素質，其實仍然維持喺好高嘅水平。咁所以咁嘅情況，對於我哋往後喺個廉政公署個反貪工作，亦都係就幫助得非常之大，亦都進一步可以幫我哋去鞏固國家安全。